港股又有內地產股 IPO 啦，會唔會好似蜜雪冰城咁爆升呢？今次可唔可以抽爆呢？今次嚟香港上市嘅係互上阿姨，即日起至5月2號招股，招股價介乎95個5毫7至113個1毫2，每手30股入場費超過3400蚊。互上阿姨2024年嘅收入達到32.8億人民幣，按年跌近2%，純利按年跌超過1成半，業績都似乎一般般。觀察埋同業嘅股價表現，當然要睇蜜雪冰城啦。招股價202個半，4月已經突破咗500蚊大關。美股亦都有隻茶姬上市，股價表現同樣強勁。股評人李偉傑 Jason 表示，互上阿姨嘅招股反應冇蜜雪冰城咁熱烈。互上阿姨嘅市盈率超過30倍，比較蜜雪冰城目前超過37倍。預期互上阿姨雖然有一定嘅炒作空間，但未必可以複製到蜜雪冰城咁誇張嘅升幅。你又會唔會抽互上阿姨呢？歡迎留言討論，記得下載 AACat 再加入埋貓貓大風扇群組，成為我嘅盟友，咁就可以隨時隨地睇到我嘅心水股份啦。